来乡亲啊，早期有一句话，讲这个天顶有花航，地上有金马。这个金马号就是早期咧走高速公路的长途的客运，车顶有金马小姐穿着下士的套装，面上总是挂着笑容来服务旅客，号称是地上的空中小姐。庆祝中环开通60周年，有客运的业者推出着新金马号，邀请着岭东科技大学的女学生来做新金马小姐。南投德山道交通迷骑2点钟的乌多摆，对这个金马号，就是要看一个新金马小姐的风采。常听爸妈说，天上飞的是中华，地上跑的是金马。穿特种制服。戴尊型的帽仔，面有温柔佮坚定的微笑，因是金马号小姐。1959年对金马号客运伫国道以专业优雅态度服务车顶的人气。61年后，也就是中华公路开通60周年，有客运业者复制金马号，邀请岭东科技大学4位女大学生做新金马小姐。训练期间，佫找当年的金马小姐来传授服务的秘诀。有时候要看讲稿，还是要看就是客人的状况或者是路况什么的，就是你在注意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容易晕车。就是比较老一辈，他们就会想要回味之前的就是一些时光，他们就有跟我们讲说他们之前遇到旧金马小姐的一些经验。新金马小姐每礼拜6礼拜出班，2个班次尔，往回国馆到梨山，所以讲要一条有金马小姐的车票爱用抢的。南投德山这位林先生为了抢票，2个月前就准备好啊，买到了，佮骑2点钟乌多摆为德山骑到国馆，有93公里，就是要看新金马小姐的风采。很值得，因为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搭车感觉，再加上他们在车上蛮专业的导览解说，让我们知道古关到梨山这中间一般人不可以走的路段，里面有过去。桥倒摆约新金马小姐，这个林先生有够热情。新金马号敢若服务到12月底，毋捌坐过旧的，会使来坐新的，感受阿公阿嬷当年的金马回忆。